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520，新总统就要就职咯。到底这8冬以来，蔡总统还阁有啥物代志还无做到，必须要来完成呢？譬如讲转型正义，什么是转型正义呢？是万恶的罪魁杀来鞭尸，或者是真相讲的来偷棒就可以。那么偏偏有人是真冷淡，那么有人是无同意。到底转型正义是需不需要每一个人拢同意？今仔日咱来讨论转型正义。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普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君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鸭草总编辑周汉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台湾共生青年协会理事林依贤。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好。那么第四位呢，在线顶的是咱东华大学华文系教授，嘛是咱前促转会主委杨翠杨老师。杨老师，咱声音小来调整一下，咱然后呢，来继续来连线。首先，咱来关心到底蔡政府要落任进前，又国要继续来推动着转型正义。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国防部1个月以来设置着军中转型正义教育，那么教育外部的这个专家咨询小组。那么国防部先强调立场表示，国军营区现主时252个所在，有2位前蒋总统的这个雕像，嘛强调这是部队历史的一部分，会全部保留。国军营区调看的蒋公当上，外界多年来有铁度的讨论，国防部几下摆表达反对。蔡政府任期最后，加速推动转型正义。行政院长指示国防部推动军中转型正义教育，1个月来完成调设军中转型正义教育外部专家咨询小组。国防部目前当接合者，因过为了护长红线营区252个两长宿位上，会全部用维持现址保存的方法无拆除。我们尊重国防部。国防部表示，两长宿位上基于饮水思源，尊重历史，并不是作为维权崇拜。这是部队队史的一部分。我一摆表示反对立场，但伫此也是已经解散的促转会过去就想要进入营区，要求国军配合做车。几下摆搏命，互军方强烈阻挡。今嘛要担任中山会主委的高立雄，会接任国防部长，军方副长立场一定会受到挑战。这个新的部长上任，那大家就是也需要一些时间来熟悉，然后沟通跟磨合。那我们大家就是会一起继续的来努力这样。我们尊重国军的独特性，未来军中改革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会只有转型正义这一题，强化国军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方向。叶红玲期待郭立雄会当为军中转型正义带来更加侪对话。另外，军中现存有偌侪不羁遗址。军方透露，目前立管包括新北市奥秘指挥部、海军司令部营区、中正等等5个。文化部已经定定不宜遗址保存条例草案，一旦立法通过，国防部表示会依法配合就军中不宜遗址的表示甲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他在这个新闻大当中呢，就看到2、3个问题咯。第一，军中其实过去某种程度，有当时嘛是执行着这个加害者的这个角色。第一，第二，那么立法委员讲，因为即马国军上重要的是加强战力，所以呢，咱的目标一致，意思就是讲，这代志稍晚一下，不要紧。那么国防部也讲，我来，因为我这个军中有这个部队的这个历史渊源，所以我要给留掉的。这3个我相信，但若是这题就讲1点钟啊，但是我要让观众朋友对什么叫做转型正义，
哦，这个定义，我相信在座三位无一定拢相同哦。相信在线顶的杨翠杨老师嘛，无一定甲咱想的有共款。我要先请陈老师来讲，在你眼中看到的你的定义，什么叫做转型正义？哦，转型正义基本上足清楚的，就是讲过去威权统治之下，足侪不义的代志嘛。那威权统治伊毋那是伊行为的不义啊，伊其实伊的迄个规个体制、规个等于是统治的方式，拢有伊的问题，所以造成足侪不义的代志。啊，咱转型正义就是对威权走向民主以后，啊，咱希望处理过去遮留落来一寡问题，啊，来处理，互伊变做符合民主的一个会当运作的一种体制嘛。所以其实转型正义处理过去吼，目的毋是过去啦，是为着现在甲未来。吼，所以转型正义真正咱爱处理的，像讲头拄仔讲迄军方的迄吼，你其实过去是安怎？伊感觉讲迄是蒋介石是伊内底足重要的历史。迄你若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现代史的人，你就会知影讲，无迄是伊来台湾，甲伊变做用伊的部队，用伊的迄个家己对效忠的遮个人造成的即个黄埔的即群人，变做伊的历史的一部分。伊摆拄掉，其实中华民国抑阁有包括甲日本作战的时候，这就是保定军校的啊，毋是遮黄埔的啊。所以其实伊威权统治就是伊把即个蒋介石当作是唯一的领袖嘛，啊，当是即个物啊，伫军中原来是安尼，所以毋若伫社会是安尼，原来伫军中安尼，所以军中无处理其实是无适当的嘛。陈老师，你头讲了两三个重点，我想要整理一下。第一，你认为这转型正义的核心价值就是民主，是，吼啊，然后历史不管安怎演变，有一个客观的存在，是，吼，咱必须要发现这个事实，那么然后根据这个事实来做纠正也好，做揭穿也好，做宽释，是，吼，然后那么譬如讲，再来讲到讲啊，蒋介石对着国军的部队是如此这般安尼，吼，这是陈老师你的定义哦。所以我问韩准，你目睭来看到转型正义是啥物定义？嘿，是，就是转型正义伊的名为开名开始讲，转型就是较多陈老师甲主持人有讲咧，咱台湾为过去一个独裁威权的国家，转型变做民主的国家，所爱做的就是处理过去无正义的代志。所以这个转型的意思是为威权转型甲民主来做的代志。那这毋哪个台湾来处理嘛？因为毋是无一个国家是主本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嘛，做一个国家拢是原底是威权的国家，甲变民主的国家，基本上拢爱做4项代志。第一项就是讲真相，爱甲大家讲过去发生啥物代志；第二项爱去补偿过去的受害者；第三项就是爱去追究加害者；第4项就是爱去建立一个机制，互咱袂搁行回头路。因为即摆民主变做是一个普世价值嘛，基本上拢爱做这4项工作，对。啊，其实转型正义讲起来是安尼，啊，毋过讲是简单，毋过要落去做，各国拢会拄着伊无共的问题。就是譬如讲，台湾都有家己特殊的无共的问题，是。啊，这咱小等你来好好啊讲吼。我嘛要先问吼，你在内面你上少年哦，你认为转型正义是啥物？因为拄仔两位老师拢为较大的，然后把为因的定义去讲。啊，我想要，因为我出生的时阵是2000年，就是我出生了后，民进党拢是执政啊。对，所以讲我我不要紧，嘿，你慢慢来讲，嘿。我就是想做一个做民主的时代，我会活伫一个我会使投票的时代，所以讲对我来讲，我意识到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是，我会使发现到，阮阿公阿嬷，伊会使，伊较细汉的时阵，拢会甲我讲，啊，你哪人拢莫插政治，但是讲你哪人有耳无喙。毋过，当我会使去了解讲，哦，过去发生的啥物代志，比如讲228白色恐怖，会使了解去到，我阿公阿嬷，伊是写做啥物款的世界的时阵，我就会使去了解讲，伊是因。遐戒严留下来的物件，威权留下来的物件，是足深的藏伫伊的思考甲伊的身体内底。毋过，若是我无机会去了解过去发生的啥物代志，我就袂使去
感觉讲了解讲阮阿公阿妈为虾米会安尼讲，对。伊嘿，所以他在对你的这个论述，你个讲话内面，我会感觉唔知对唔对，你听看卖吼，你认为讲你得到一种理解，啊，这种理解会当了解你的是大人，在过去迄个年代，啊，做了啥物代志，受了啥物遭遇，对，会当更较理解着。那么这项代志，理解本身对你来讲有啥物意义呢？我较细汉时阵，拢会感觉讲我公阿妈就是民主的敌人，就是讲，我就是想要投票给我支持的政党，毋过因就是会投票给国民党的人，我无法度理解讲因是安怎会安尼做。就是恁的是大人会投票国民党。对。哦，啊，你想要理解。对。啊，但是你理解了后，因是因为受到白色恐怖的影响，所以强迫因去投着国民党，还是你的理解是啥物？我想要讲的是，转型正义对我来讲的意义是，我会使去理解我的家人、家人，也是朋友，伊为虾米会有无共款的思考。这个无共款的思考，无一定是因为因着无支持民主，无一定是伊就是感觉民主无重要，自由无重要，是因可能受到的教育是威权的教育，这个教育是到今嘛也是藏伫阮的教育内底。好，所以这对你来讲一种发现啦，吼。啊，所以我要请教着杨老师是线顶吼。老师啊，本身也是本来就是依照咱的促转会主委吼，在你的定义吼，他早汉阵啊讲得真清楚，有4个步骤：真相的发觉啊，而且啊，搁爱追查吼，啊，甲补偿啊，甲建立这个机制。老师啊，搁有其他的这个定义，尤其你做了实务性的工作以外，以后了，你有啥物发现？主持人各位好吼，我想转型正义的理念伊的定义，其实即摆我想台湾应该有共识吼，咱比较无共识的，可能是伫咧讲某一桩代志要安怎做这个所在，但是理念的部分就是有共识啦吼，就是讲对过去威权政府的这个国家不法的行为，爱做检讨。爱甲红暗藏的真相，爱甲伊公开，互社会大众了解。上主要是国家的认错，吼。啊，除了保障，我想上主要的是爱对受害者平反。对这个角度来看，以我本身参与着这个工程来讲，我感觉讲其实，咱即摆台湾拢咧讲爱超越拿捏吼，党派甲族群嘛吼。我感觉转型正义就是上超越党派甲族群的。要安怎讲咧？因为伫咧平反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若有去注意着讲国家伫咧做这个平反的这个工程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去互平反的这个人是超越党派、超越族群的、超越意识形态的。转型正义要面对的是国家的错误，这点真重要。所以，伊毋是要搁一届审判受害的人民。所以，各位若去看这个平反者吼，有统的啦，有独的啦，有左派、有独派，有本省的，有外省的，而且会当讲绝大多数，迄个时阵当初时拢是国民党的党员吼。真侪人嘛是当初是政府机关的身份，比如讲海军、空军、陆军，甚至有调查局的内底的人的受害者。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咱应该去强调转型正义，才是真正超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这转型正义对我来讲是一种价值，是一种价值，伊是去天顶的民主、自由、人权这种价值。所以你若是相信这个价值，无论是面对一款政权，只要是讲这个政权若是混大人民、剥夺人民，你就会当徛出来。所以拄则尹权有讲嘛，伊虽然毋是活伫咧迄个时阵，但是伊是活伫咧一个已经民主的时代啊。所以伊会当了解啥物会是民主的意义，啥物会是自由的意义，啥物会是人权的意义。如果讲伊若会当了解过去的真相，
啊，因为伊即摆已经知影啥物货是民权，啥物货啥物是人权，啥物货是自由，所以当伊了解过去的真相时阵，伊就会当判断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我想对于权来讲，了解甲判断即个代志来讲是真重要。我想要强调的是讲，转型正义就是超越党派甲部分的。老师哈，我相信你做了真好的这个款式哈。但是我们问讲，咱他想的拢是应然，但是实然吼，这几冬以来，你认为你的人内，乃至到讲后手甲你接手的人，未经之功在哪里呢？未经之功当然真侪啊，因为转型正义是一个真长的工程，吼。迄个我2021年的时阵，德国联邦处理独裁政权基金会的团员来访问咱台湾嘛，吼。啊，迄内底迄个卡米斯基迄个主席吼，伊就讲过一句话，伊讲转型正义是一场的马拉松，吼，毋是短走。伊讲因德国做40几冬，才做1/3。所以当然未经的所在真侪，我感觉讲应该爱讲的是讲，有啥物问题？这个实践的过程内底有发现啥物问题？啊，咱未来要做的时阵，是毋是会当真正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互咱来做转型正义的时阵，会当搁较煞拍，会当搁较徛了搁较稳。我感觉是问题这个部分。啊，若讲到问题，我拄则主持人有开场的时阵就讲着嘛，吼，讲其实咱国家做转型正义是一个政府一体，啊是一个伫个法律有一个法律的这个根据之下来做的，但是咱会当看会到讲，事实上政府无一体。事实上，其实咱共一个法律，但是有的机关并无一定就去遵守。所以我感觉讲，拄则咱开场的时阵讲着讲，国防部讲内底因内底250几个当伤要保留袂处理，即个问题其实重点毋是伫咧讲有处理也无处理。我感觉问题重点是伫咧讲连协调都袂协调，连沟通吼，连沟通都袂沟通，连讨论都袂讨论。我认为讲较大的问题是伫咧遐，真正的就是讲我的经验就是，伫咧我伫咧策展会任内，对2018年一直到我2021年离开策展会，这3年内底，我拢不断透过公文、透过拍电话、透过各种的方式，问国防部，我是毋是会当去拜访？我是毋是会当谈因讨论这项代志要安怎来做？但是我拢无收到回应，吼，这就会当看会出来讲，我感觉上大的问题是，这个政府无一个一体性，吼，啊，甚至讲无要紧，咱若无共款的假说。啊，无共款的想法，咱是毋是当着坐来讨论？有当时连坐来讨论都无的时阵，连你若讲连政府内底都无法度同齐同心来做代志的时阵吼，我感觉问题就伫咧遮。老师吼，咱先停在遮吼，我要来请教就是讲，咱外观看起来就是，伊拢无爱插伊啊，吼，你甲行公文伊也无爱插伊啊，你甲料想吼。伊到底后面有啥物价值观伫的？那么必须要透过大家来讨论。伊可能伊无爱讲嘛，吼，或者是讲伊国防部伊讲了，伊惊会动摇国本，还是安怎？咱毋知吼。你甲因接触也真济啊，虽然讲无一定拍开门甲你讲话啦吼。你认为后面的即个意识形态，还是伊是咧想啥物？伊讲我。当然外观是看讲啊，我就不爱插伊安尼就对啊。你甲料想是啥物代志？因真正咧想啥，当然咱无法度了解啦吼，因为伊都无爱插咱啦吼。咱算讲咱共款平行的机关吼，咱是平嘛吼，咱是但是伊不爱插你，咱无法度弄去因兜，啊，甲因的迄落，咱无法度去弄去人兜嘛吼。但是我咧想，因为这接触过程内底，大概若是拄着两种吼，长着迄个蒋经国还是蒋介石吼的代志，就是
就是真歹推杀。所以两种伫台湾的这个政治的顶头，甚至讲法律都爱拄着伊，都爱洗咧走吼。就讲咱出转条例明明都清清楚楚，咱出转条例第5条嘛吼，明明都清清楚楚写甲真清楚，讲这个确立为迄个伫咧公共建筑甲场所纪念甲迄个缅怀威权统治者的象征，爱甲伊处理嘛吼。但是若拄着两种，大部分就是拢爱洗掉。所以心内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是对某一个特别的迄个历史人物的真甲尊重吼，因为这是一个过去的教育内底形成的一种观念嘛吼，我无法度做推测啦吼，因为迄是因心内咧想的。但是有影若拄着两种的代志吼，阮就真歹杀。啊，颠倒讲，譬如讲，若档案吼，拄仔开始嘛真困难，啊，到尾也就较好处理啊。对。所以你也是乐观吗？就是讲这项代志，咱咧推杀，人讲人德国舞了30-40档，还佫1/3了，还未舞完，那你？基本上是乐观的咯。我感觉讲伫咧台湾做转型正义吼，我无法度甲你讲悲观啊、乐观啊吼，因为这项代志就是爱做啊。咱悲观咱嘛爱做啦吼，咱乐天来看嘛爱做啦吼。我感觉这内底有真侪问题爱去面对、爱去处理，但是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行动的力量的。我相信讲，你若无做，你就搁较悲观啦。无做就是搁较悲观，所以咱现主时伫咧咱目前的条件内底，会当安怎去讨论，会当安怎去做，会当撒一步就是一步。这是我袂当讲悲观啊乐观，我会当讲行动就是咱唯一的一条路。啊，老师你简单一讲句吼，我来平来吼来请教陈老师吼，陈老师吼，阮也有经历啊，这个杨老师也会当来看吼，咱来经历世界各国。吼，对着这个转型正义因的做法啊，其实看了吼，内面足侪啦，像西班牙啦，对妥协甲治国，吼，而且吼，这2-3档还佫咧闹啦，敢若要甲迄个弗兰哥的这个梦哦，要来刷走，哇，即个安尼，伊这比咱搁较久呢，吼，虽然迄阵时甲蒋介石是好朋友吼，但是伊人甲比讲，伊杀人无就介就较济啦吼，像西班牙啦，波兰啦，伊协商式的民主吼，伊就讲吼建立人事清查的即个机制，但是呢，干那伫秘密警察甲情报单位啦，曾经甲政治单位合作的协力者来个坦诚不为啊，无要甲你处罚吼，也有即种的。巴西吼是规气遗忘啦，就是讲无好啦，咱就两边都讲好安尼咱就先莫处理啦。但是最近嘛，敢闹起来，吼，南非咱就想看因为叫做 Rainbow 但是呢，后来是闹甲真，佢政府闹猜，加拿大嘛有即个真相和解委员会，但是因做咧较晚步，虽然咱也老实讲。因为问题无咱遐严重啦吼，老师，我举这个例就是讲，这个世界各国每一个面向拢无共啊，问题当然本质也无一定拢相像。我的意思是要问讲，咱目标一致，敢有无共款的手法，通来处理，还是讲无咯？咱就一定爱甲蒋经国来甲抓出来，就来讲你唔对，来安怎？一定要安尼做吗？还是讲咱有现实的条件无法度做？咱来拐一个弯一下吼，看有通安尼来处理，敢有这种可能性？在我咧看起来吼，咱的问题其实真严重，就是因为譬如讲咱甲德国吼，德国有2项爱处理啦，一项是纳粹嘛吼，一项是欧美迄个西德处理东德。我讲西德处理东德来讲就好，譬如讲伊迄阵法官，因为西德相对是较正常的迄个国家。因为东德欧美伊处理的顺序，法官全部改任审查，所以你对迄个有较正常的人去处理，较无正常的，有当较好处理。
就是较正常的人处理较无正常。系啊，因为价值足清楚嘛，啊，你的问题伫对会当查出来嘛。但是咱的问题是，有当要处理的人嘛无正常。就是你有的观念，像讲有的人的观念就无正确，啊，像讲甚至阮伫历史学界，历史学界足恐怖的，历史学界连事实都无你承认的，证据提出来嘛无你家己信的。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连迄基础都无嘛。对，咱的啊，这个问题。无迄基础就无安，咱是要来推测的。对啊，因为历史学界内底，你也有人有写愤怒的黑白写啊，啥物啊，拢做假的，啊，结果咧，大家当做无看的，啊，甚至是啊，有个人有一个出转委员佮抄物啊，抄人的物啊，啊，抄当做家己的出转委员咯，啊，证据甲提出来，讲啊，你比例安尼啊，啊，50几趴抄人的啊，因会拗，讲无爱，这问题伫遮哦。历史学的人的训练，照你讲是证据提出来讲啊，对，啊，这事实是安尼，啊，咱就承认。因遐过去共抬、共刑、共占人的厝、共占人的某的遮的，你搁几十年前的物啊，你甲摕出来，因为咱无法度证据遐清楚，就爱搁做一寡查证，查证以后才甲讲，嘿你是过去共做遮歹代志，伊当然会拗啊。伊的做的代志比你共抄这项代志搁较严重偌济咧，结果当然伊爱拗啊。啊，所以咱要怎处理？连事实摕互你，你历史学的训练的人，你都无要承认吗？老师啊，所以我还是要问讲，啊，无要安怎处理？就是爱现处时的这种物啊，爱处理，就是你搁硬拗，你搁安怎啊，就甲你排除淡杀，就是你这个人后摆卖伫历史学界，应该爱处理这个物啊，因为这足清楚的，一般民众甚至一般的受过基本教育人看会出来。但是伊因为有诶伫伊诶，比如讲上明显伫中央研究院啊，我头讲诶两个人拢伫中央研究院。啊，中央研究是在本地足奇怪，是安怎？中央研究院诶历史学吼内底人足奇怪，是安怎？你知影？是中央研究诶组织法是写啥物？讲伊会使指导学术，啊，迄啥物时阵定诶？你知影？伊是训政诶时阵定诶，1928年定诶嘛。啊，所以伊会使甲你指导，但是迄是威权诶观念，就是训政诶时代诶观念。民主国家是中央研究院，就咱今年即马5月啊，大家咧纳税啊，阮所得税交互政府，政府请恁来做研究。老师，你睇咧讲的时候，我就飘起遐讲，啊，这个过程是要安怎做？是爱有一个机构，也有一个法律啊推塞落来，啊层管制吼，层处理，啊，互大家拢会当信服。我相信。过去这个促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坎坷吼，嘛处理个真困难呢。啊，事实上我是讲，像讲啦，我讲头拄仔讲着共抄这吼，啊两年前啊，你选举的时阵，民进党足侪人啊抄的，结果乌尾去互取消伊的学位嘛。啊，赖总统迄阵赖主席吼，党主席赖主席讲，因后摆因来处理，讲恁袂使搁选。吼，恁若有即个问题。所以老师，你认为这若是提出呼吁，有当形成一个共识吗？无，这就讲足清楚、足明显的物啊，你也有问题。所以后尾有一寡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家己。即马惊是惊讲有诶较无遐清楚，较无遐直接有当来处理迄地故，即个物件的时阵，啊，这是要安怎形成？无，我是讲清楚的都无，都你硬拗啊吼。哈。咱清楚的先处理掉，互大家拢尊重证据、尊重事实。这项以后，咱才有这变做这个共识，以后才有法度去处理过去遐较麻烦的。好，咱即地先停喺遮，啊来韩准，你的看法咧？较多啊，主持人是问讲两种的这个动向啊，其实我感觉这是真清楚啦。你若知影过去发生啥物代志，你就会认为讲遐物件是来处理的，毋若中正纪念堂，啊，是咱较多看迄个新闻，讲军中的这个。我讲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较多讲，就是蒋介石伊白纸黑字杀死的人，上无到259个，这毋是台湾社会大部分人知影的代志。若是讲遮军中的人，还是讲普遍的台湾的社会大众，拢会当了解这个事实。这是上基本上少的，就遐个人法官拢是判因刑，结果蒋介石就看到就直接甲改做再判死刑，这拢是有白纸黑字的证据。这基本的事实啊，大家当较侪人了解，第二当了解讲是安怎遮侪人认为讲两种的动向，还是我举一个例，有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叫王春兰，因爸爸是一个真有名的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叫黄文公啊，伊是基本上应该是算
左派共产党的啦。啊，不管安怎，你拢袂当讲台视啦。啊，伊讲伊逐摆，阮迄时阵办过一个活动，就是替文化部讨论讲中年这两敢来处理。伊迄个时阵讲伊住高雄，伊讲伊逐遍若坐车来台北的时阵，看到这文站拢会一站，伊毋是坐到遐，伊经过就听到声中正纪念堂，伊听到这个，伊的心内开始嚎，就直接嚎出来。对一般的社会大众，还是了解讲国家对不起这个受难者，国家莫名其妙总该是甲因的父母、甲因的时代、甲因处理啊，拢台死。咱今仔来台湾社会发生一件就是社会的事件，咱大家拢会做受气，讲哦，这个凶手足可恶，哪会当甲台死？咱嘛应该甲判死刑啊？是安怎？是安怎？总该就这个台死259个人的人，伫咱台北市的市中心有一个遮大的庙、遮大的铜像，全台湾世界各地规营内底，中正路遮个物件无需要改。对遮个受难者，上无这个白石恐怖事件，上无国家台死1000多人。因遮个人处理的人，咱敢毋免对因做一个上基本的表示。咱先停喺遮，我要甲你请教，就是讲，假使咱头仔所讲的这个事实，都每一个台湾人拢手头拢知影，这个共识有当形成吗？一定有人就是，譬如讲我讲其他就一寡社会的事件，一定嘛有人认为讲无应该甲处罚，甚至甲判死刑的嘛。啊，毋过第二就是讲。爱互更较侪人知影讲，就像咱看一般的社会事件，我相信人一定拢有上基本的正义的观念，就是讲，这个人做毋对的代志，咱应该爱甲处罚，上无袂当去一直甲讹了嘛，伊明明就是一个做毋对的代志的人。我相信，若是互100%的台湾人知影，我认为至少有80%的人会支持来处理两种的物件。当然，你无可能做到100%啦。毋过基本上民主社会，你只要有51%的人决定要做这个代志，基本上会当做。咱选总统嘛是安尼嘛。对啊。对。啊，很这我就不特别问哦，阮这种人嘛咧跟我讨论啊，就是讲，这较明显着嘛。啊，而且民进党过去8党完全执政啊，啊是安怎还无提出来用？好，我讲就是我有请制作单位替我准备一个图卡，就是卡多我讲嘛，就是讲爱有，就是希望100%的台湾人拢知影讲，总该是上无至少台市259个人。袂当搁较讹落嘛吼，卖较累，但是袂当搁讹落。毋过现状就是台湾拄着一个真大的困难，就是咱过去的历史的教育，学校历史的教育。拢无讲遮个代志，毋若讲遮无讲遮个代志，咱就是该上即个三民主义，甚至有诶个爱读迄个总统蒋公纪念歌嘛。伫咱过去的教育长期是拢一直甲当做一个世界的伟日，安尼来讲。所以你认为这是洗脑教育的即个结果？对啊，所以做大部分人，譬如讲开多主持人问讲，国防部遮个人老头开，民进党的执政者应该会赞同你讲的啊，但是那。无行动落去，对，因为这基本上我看是正确的代志，毋过这正确的代志，我小等和陈老师讲，需要第一勇气啊，有勇气，这会付出真大的这个社会冲突的代价啦。啊，这咱这正承担愿意来承担这个迄个，啊，你若问我当然感觉不管安怎，就应该爱做，毋过所以我毋是做总统的人嘛，总统伊就爱考虑讲，我这个代志做了，引起的成本。我希望赖总统、准总统听到你咧讲啦，吼。对啊，这第一了，但是有真侪研究吼，我小等下来请教杨老师，啊嘛，请两位吼小想者，就是讲吴乃德先生吼，伊有一篇文章啦吼，啊有咧讲吼，其实真趣味吼，智利啦，这个所在吼，嘛这个皮诺切特这个将军啦，嘛是咧真类似啦。因为足怀念迄阵时智利的经济足好的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对伊笑念，所以呢对转型正义呢不离，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要来请教着杨老师，但是我要先请教着意见他对两位老师所讲的物件，对你来讲会真遥远袂？还是讲你的同窗甲你同辈的人，其实对这个代志一点仔都无感觉？我是感觉嘛是洗脑的原因。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拢是伫咧做 NGO， 也是社会教育的人，所以讲阮较有感觉的是，为虾米转型正义是足正确的代志，是一件阮足重视的代志，毋过大家拢无感觉，所以讲到拄仔主持人是伫问讲，
转型正义有遮侪方法会使去做，啊，阮到底是要用啥物方法？都一种。对对对。毋过我啊，那恁少年人想要用倒一种？我感觉较重要的代志是在地表格里面，阮拢会使看到，这些国家去做转型正义，已经拢做足久的，因拢是为1980还是1990时阵就开始去做转型正义的。所以讲，阮咧做转型正义，也是讲阮咧讲转型正义的时阵，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是，这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代志。阮袂使讲啊，我即马就会，阮拢无转型正义啊，后来阮拢就做到恁少年人时间是徛在恁遮啦，但是阮即种哦，根本50、60岁的人哦，感觉时不我意啊，哈。感觉讲哦，心内会着急，讲啊，哪会无爱做，哪会无像韩俊安尼，讲韩俊虽然无40-50岁啦吼，但是也感觉讲，喂，赖总统，你嘛帮忙。对，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件足着急的代志。不过，阮咧做即款代志的时阵，阮爱报着一个，就是这是一件需要沟通，一件需要对话，一件需要时间的代志。对话啦。对。小等来问你讲，你少年人安怎对这，譬如讲你是大人安怎对话吼？我要来请教这线顶的杨老师。杨老师，咱头有讨论到吼，第一，我想要问讲，过去8年来，吼，应该爱对着这个真明显的，他都韩俊啊讲啊，这用红笔的猪批，啊，咱讲猪批啦，好啦，猪批吼，伊手头内面。对判生的、甲判死的，都200几个啦。哦，啊，这是明显的加害者，上无袂当甲讹落啊。哦，啊，应该爱处理啥物？在你迄阵时，你敢有这个经验讲，你想要处理，但是当权者，还是讲这个社会无你稳准，无这个宽限，无你通来处理，无这个工具。伫咧促转会时阵，当然有感受到讲，因为咱新开始嘛，吼，咱国家第一届有一个专门负责转型正义的一个机关，啊，古早嘛，过去无迄个安怎做迄个参考体，吼，啊，敢若一个法律伫咧遐，啊，迄个法律其实各位若去读第一遍的迄个法律，迄个促转条例，你会感觉讲，迄就是空的啦，吼，就是讲，比如讲，伊叫你，伊第5条，伊叫你讲哦，迄个维权象征吼，爱家己处理。但是伊并无互你有真正无互迄个促转会具体的做法就无写落去吼。权利无迄个权利，我无法度用行政命令讲，中央机关还是地方政府爱做一项代志，我都爱去协调，爱去讨论，爱去协调。所以其实当然有真侪困难的所在，啊嘛有真侪因为咱拢爱入去立法院，爱去摕经费吼，啊无咱这个机关嘛无法度维持，所以包括讲有真侪想要做的，可能经费无够，还是讲有真侪可能伫咧迄个这个 priority 顶头有感觉讲有诶可能爱先处理，有诶可能较晚处理，有真侪因为你是一个政府机关，所以有一寡问题存在。但是我可能我是一个比较较正向思考的一个人吼，我一直拢感觉讲其实协调讨论协商这项代志本身就是转型正义的意义啊。吼，我应该安尼讲，所以咱国家做转型正义，我感觉路是行对的嘛，因为咱毋是用一个威权的方式讲，啊一个命令落去，啊所有的代志拢爱改变吼，安尼就毋是民主国家嘛。咱咱有一个机关，有一个法令，有一个迄个法律。但是咱爱透过真侪讨论、对话、协商的过程，包括讲迄个维权象征迄个当上的问题。其实我伫咧任内的时阵开几啊场的这个协调会，这协调会内底我就甲中央机关、甲地方政府拢找来吼，啊，共面讨论讲，其实维权象征伊有真侪无共款的处理方式，吼。伊讲爱处理，但是处理的方式是当讨论的。啊，有诶迄个管区就来因管区内底先讨论，讨论了，啊，再摕来阮促转会内底，他们阁继续讨论讲多元处置的方式、处理的方式，因想要用啥物款的方式，因用即款方式意义伫咧倒位。我个人是其实是安尼感觉，我感觉讲。
重要的代志，毋是迄个当上，即马治还是无治咧。重要的代志是讲，咱有讨论，咱譬如讲军方嘛是共款。重要的毋是讲迄200几个到底有真正摕掉无？我感觉重要是讲你爱讨论啦，咱讨论的过程内底，咱可能就会当从即个意义，慢慢甲讨论，慢慢甲伊凸显出来，就甲显出来。咱共识其实咱的共识，我咧讲共识是啥？我感觉共识，大家拢感觉讲共识，敢若就是讲咱全台湾的人，大部分拢认同，就爱安尼做。其实我感觉毋是安尼，咱对共识的认识有一寡问题，安尼就搁落入多数决啊嘛，就讲你今仔日讲，咱若讲迄个当商啦，当商，咱就一个当商，1000外个当商拢来投票，看这个当商是要甲伊摕掉，还是要甲伊留落来？我认为共识毋是安尼，共识是一个讨论的过程，这个讨论的过程内底，透过讨论对迄个价值，毋是对，无一定对做法，是对价值，咱是毋是会当对价值有共同的认识？所以共识是对迄个价值有共同的认识。咱即马讲甲伊矮化变做讲比做法有共同，做法无法度啦。做法咱2300万的台湾人，哪有可能咱共一个，咱是毋共一个做法？但是咱有可能大部分会当认同共一个价值。咱若认同共一个价值的时阵，咱刷落来就会当讨论啦。我是安尼感觉。老师我搁加问一个问题因为你让我想到讲我做大学生差不多30几冬进前，我一个东涌啦，就是去大的校园内面，我相信杨老师也会记的。我一个东涌去甲蒋介石迄头顶甲递一个帽啊，迄阵时大家真趣味啊，感觉讲有即个威权的时代有通创这。那么我的意思是讲，咱还阁有真侪通好表达的方式。那么到底目的甲手段，即摆有真侪人真在意着讲，无咯，你就要处理到一个阶段，你无一个阶段呢，逐工咧前调的无了时啦这关键是啥物呢？我头下问两位小咱两位会当回答我。吴乃迪先生教授伊也有写讲这就是因为台湾过去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因为经济上的这个成功，所以呢，过去的人真怀念、悼念这经济上的成功，所以呢，变做讲大家对着这转型正义较冷淡、较无咧在意，是安尼吗？我是安尼认为啦因为当安尼讲，目前台湾上保守的世代，应该就是我的世代，就是即马60岁前后因为像我是出世伫咧1962年嘛就是讲我开始读册了后，其实威权统治即个伊的结构已经足完备啊，所以阮即个世代其实是受到即个党国教化其实是足成功的一代啦就是安尼的时阵，阮相信就是讲迄个教科书甲阮讲的迄种的历史的假说，所以我感觉上重要的无完全是讲因为悼念迄种经济时代，我感觉经济时代是一部分，因为阮这个人呢阮成长的过程内底。到1970年代，阮少年的时阵，青年的时阵，拄好台湾就是经济发展嘛，这种世界各国其实伫咧70年代、80年代，尤其80年代入去迄个消费时代、消费时代，其实拢是经济在发展嘛，但是阮就会感觉讲咱会当过了较宁好，阮的老爸老母甲阮讲古早拢无饭通食，无甚至无地通穿咱即摆会当过了遮宁好，拢是。国民党互咱的咱有当时会因为咱这个过程内底，咱有台湾的历史的失忆嘛，咱无读台湾历史，咱对台湾历史的了解真少，所以因此咱的家己的感受就是讲过去迄个时阵，敢若经济袂歹尾啊啦当然全世界经济拢有咧波动的情况之下，咱的假说，咱的历史假说，就感觉讲过去是好的。所以我是感觉讲，迄是上重要的原因，无完全是经济，经济是附带的。上重要原因是因为咱对台湾的了解无够，
咱对台湾了解无够，咱的历史的观念无清楚之下，咱拄则迄个余玄就讲，咱若了解无清楚，咱就无法度做判断。咱的判断就会错误，就造成即种的感觉讲啊，过去真好啦吼，即马足乱的啦吼，即种的迄个，我感觉是一种的历史的错误的一个假说。是，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因为台湾哦，还佫一个十字路口是统独的即个原因咧做阻碍啦。所以咱来转来吼，来请杨老师吼，最后甲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随后要请教杨老师吼。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统独的纠纷，所以变做大家对着这个历史的诠释，认别无共款，而意，还是讲啊，拢压哦，这个国民党就是恁甲阮洗脑，敢是安尼遮简单啊？尔？无，其实头到汉俊嘛，伊讲啊，因为吼，其实我会先摆啦吼，因为我咧讲的，其实敢若个就是有一点，伊是讲。咱对过去的历史的了解，若有够，可能咱的判断，咱就有法度，像讲汉俊讲，相信大部分拢有正义感嘛，吼。这偏偏就是威权统治造成另外一种，因为威权统治造成的是扭曲的人格，无互伊咱的民主化会造成民主化，其实是遐部分扭曲的人你拍拼出来。啊，足侪人是扭曲哦，伊。白色恐怖安怎恐怖？看到亲戚朋友因为目着飞碟，马上闪一边。管你是我的结拜兄弟，管你是啥物，安尼走甲2箍骹，也有即种的。即种人就扭曲，所以经济，头拄讲到经济这项就是对啊，伊都去趁钱就好啊嘛，免管这免目这嘛。所以即种人乌白就扭曲啊，对有权的就讲国民党叫大家入党，大家就去入党嘛。入党搁趁钱，就我国民党就有好康的啊，即种的是扭曲的啊，因为对政治无，所以我头前你讲的迄种，就是讲你对，甚至连事实证据摕你面前，因为证据即个物仔无重要嘛，伫法院内底嘛无重要啊，法官要甲你看，要足侪受难的人就感觉讲啊，我证据互你啊，你哪会安尼甲我判执行的？因为证据无重要嘛，所以即种是规个，所以毋是知影。知影代志，偌济代志，知影偌济历史安尼的部分尔，是依然上基本的。像讲，我讲历史的训练嘛，足差的，就是安尼，就说足济物仔的迄个训练，其实这应该是 common sense 的物仔，结果完全无照安尼你看。所以扭曲的人格，其实才是上大的问题，咱应该改变的。所以像讲，你也可以讲啊，蒋介石过去做安尼，啊是毋是？大家有正义感讲好，咱应该当上退掉。有人讲，迄关我啥物代志？我来趁钱就好啊。伊会扭曲的嘛，因为这无重要嘛。啊，即种人即马中国共产党就利用即种的，所以来中国趁钱嘛。伊其实国民党造成即马的咱的问题，咱讲统独的问题，有诶毋是统独尔，是有独立人格甲无独立人格的竞争。就是有诶啊，我去中国遐趁钱啊，中国来啊会使赚大钱啊，伊让一寡利益互你，你就去赚大钱啊。老师，我会当回应你一个观察吼，就是中研究医社会所一个研究员吼，伊差不多5、6档以来拢咧做的世界观的这个价值的这个调查啦。像咱台湾吼，是这邻近这6、7个国家内面吼，包括美国、澳洲吼，是欧美吼，还是日本吼。内面对着物质的生活的价值观吼，落咧上暗的啦，吼，啊，佫毋是咧后物质的时代，后物质的时代就是讲吼，我已经吼3代拢食清拢免烦恼，我来追求这精神赞处吼，较高超的这个赞处。但是台湾人目前吼，其实经济的生活提升了后，啊，佫无脱离这种境界。有的人是安尼观察啦，我有此一说啦，我毋知影讲对毋对吼。但是我来说来要请教到汉俊吼，那你认为统独的这个因素是毋是咧左右着对着转型正义难以实现，还是讲脚步较慢的因素呢？你讲统独，我甲讲较大，基本上就是国家认同的问题嘛。当然这是影响台湾推销转型正义的工作，比较其他国家会更加加出来一个困难之一啦。譬如讲，
就是讲韩国，因为卡多亚主持人咧问讲吴乃德老师迄个，我本来要用韩国的咧，像因都袂有即种伊嘛是分做两个国家啦，毋过无像台湾安尼国家认同的迄个因素会变做，因为基本上现状就是讲，哪个支持者认为讲转型正义是请的一个支持者要甲因母的物件，要甲因就是排除伫即个国家的认同的物件，所以变做咱台湾，比卡多亚迄个雍垂老师有讲，其实转型正义咧做的工课，甲这是无关，因讲嘛，迄个时阵因做者。平反的受难者，其实甚至是国民党的党员，甚至是外省人，所以这物件应该是爱，就是甲统独无遐有关系。毋过确实就是伫台湾，即摆变做一个甲统独甲正深的问题。我想要看到迄个主持人问讲，吴乃德老师讲的，就是讲，足侪人感觉迄个时阵两蒋时代经济足好，所以会想讲，即摆要来追究两蒋的即个责任，意愿就无遐悬。我想要讲的是，即个代志毋但台湾是安尼，伫韩国嘛是有拄着即个问题嘛。因过去因为经济发展的迄个脚步甲台湾较像，因过去威权的时阵嘛是因经济咧发展的时阵，所以因到即摆甲台湾共款嘛，做侪人认为就是即个过去即个独裁的时期是较好的时代，经济较好。这毋是干那台湾，所以这是一个算要安怎讲一个。谬误啦，就是讲经济发展甲威权统治之间的关系。迄个时阵简单讲就是拄啊好尔啦。我嘛会当讲，迄个时阵啊，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咱的经济发展的愈好，甚至超越迄个东西，留下更加侪的遗产，互咱即摆通去开。就像看到老师举迄个例嘛，就是讲，因为咱台湾人过去有散过，其实咱即摆是比迄个时阵更加好呀嘛。若是迄个时阵台湾地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咱即摆可能就甚至已经毋若超过日本，可能超过美国，我嘛会当安尼讲啊。就是讲，毋过台湾过去教科书还是媒体，拢甲威权的统治甲经济发展甲做伙，所以变做互台湾人有即款的观念，就认为讲，譬如讲咧处理转型正义，我认为吼，这我是假讲的啦吼，所以我认为讲，所谓学者是要砥砺在即个议题顶头的人，爱多多来宽赦这项物件啦，才有通破解讲哦，咱就爱好好啊分得清，爱来解破，讲哦这项甲这项啊，但是呢，即个历史无法度搁来一摆，哦，你变做发觉事实，我也认为陈老师讲的真对，发觉事实是上重要的代志啦，这是上有力的证据吼。但是我要问讲，议员，你安怎甲恁四大人安怎沟通讲，嘛，恁讲的无一定是正确哦，我看的事实是安尼，有这实际例，甲因伊会袂讲哦，对，你讲的真好，你毋是甲我应嘴应字。我想要较回应两位老师讲的，就是经济甲转型正义，伊毋是定个对立的物件，是比如讲，阮有真侪不同的党产是收落来了后，会使去做长照，也是会使去做社福政策的使用，甚至是阮敢会使互大家了解讲，即块的无同的党产是较早国家去为无同的方式去甲人民吐落来，所以讲，阮会使互大家知影讲，阮做转型正义，毋是甲经济是对立的物件。阮做转型正义，即块的钱，即块的，甲阮已经失去的。你安尼甲恁四大人讲吗？我讲啊较简单，就是讲即块的钱啊，阮吐落来了后，阮嘛会使做长照，是讲阿嬷做。有认同无？阿嬷较认同的是讲，无咯，我食一包粉，我就会当来做长照啊。阿嬷较认同的是，比如讲，伊就在意的是，营养午餐敢会使免费。免费。对。啊，伊足认同，伊足认同林祖苗的做法，就是伊互国中小的营养午餐拢是免费的。啊，但是这个钱是对倒位来着嘛？所以讲，我就甲阿妈讲，这不同党产的钱，阮若是吐落来，阮会使用伫足侪足侪个方向上。是。对。啊，上尾我要互这个杨老师在线顶吼，小小的结论啊，杨老师对着这过去你所做的这个工作，那么未来对着502了后，尤其即摆促转会也无啊。
无一个专职的机构，这是要安怎？我想，国家的转型正义的目标，拄则各位老师嘛拢有讲到，其实咱的目标是清楚的，当然做法，也是讲当时要做做这个代志的一寡时间性会当讨论，但是咱目标是明确的，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比较较落重来看待。当然，咱搁继续来去做讨论，拄则有讲到讲共识，其实毋是所谓的共识，毋是讲即内底2300多人有1000万人赞同。我想共识并毋是讲送就是讲送的声较大声，就是共识因为转型正义这项代志本来就是较非主流嘛所以共识主要是对价值的讨论，这一定要继续落去第三项我感觉就是伫咧行动的这个部分，对我过去的经验，我想国家的领导人的魄力，我想是非常的重要。国家领导人的魄力甲迄个魄力国家的领导人的迄个魄力真正重要。因为咱即马嘛无一个单一机关嘛甲无促转会即马这个代志拢入去到每一个团体，所以每一个行政院内底是毋是当落实协调，我感觉这是真重要一项代志。如果若会当落实协调，我想继续当上。我感